參選立法會嘅民主新澳門第4候選人吳成芳宣布退選，佢被報章披露涉及詐騙同埋偽造文書罪。吳成芳話：法院從來都冇傳召佢出庭聆訊，而家已經向法院提出上訴。而民主新澳門第1候選人歐錦新就話：事件對選情有好大嘅衝擊。汪嚴秋報導。有報章披露，吳成芳因涉及詐騙及偽造文書罪，被法院一審判刑3年3個月。吳成芳喺記者會上表示，事件發生喺05年，佢同當時嘅同居男友合資公司，其後被指詐騙被法院起訴。後來同居男友以口頭通知佢唔追究事件，佢以為審訊就此結束，直至報章披露法院嘅判決先至知道事件。咁而未有收到法院嘅通知執行判決。我每日都往返珠澳，也感到好奇怪。基於因為本案存在呢個不公平，咁所以本人呢就今日已經去咗法院呢作出呢個上訴，希望透過正常嘅司法途徑呢討回公道。但基於道義上嘅責任，而對社會嘅負責任，本人立即宣布退選。OK， 多謝大家。而民主新澳門第1候選人歐錦新話：吳成芳退選係負責任嘅表現。佢坦言喺甄選候選人嘅過程入面冇進行背景審查，亦都冇權力去審查。佢認為連番嘅抹黑事件係有組織策劃。法院嘅判決書係當事人收唔到，而呢個法院嘅判決係7月15號作出嘅，而竟然呢2個幾月嚟呢，係法院啊冇下令執行嗰個判決，而喺一個適當嘅時刻。即係呢個適當時刻先突然間爆發嘅咧，而且呢啲爆發嘅時候，除咗係嗰個判決書啊之外，仲包括埋司警嘅內部嘅一啲資料檔案。你知啦，呢個係有真有假，呢個係真嘅，咁然後就有一個好有組織嘅配合嚟到去打擊我哋嘅參選團隊咯。佢話有成員退選對選情有好大嘅衝擊，但係就唔擔心事件會令佢哋嘅誠信受損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汪劍秋報道。